这些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将透过网络直播传授观世音菩萨灌顶；藏人行政中央推出2019新冠病毒紧急救济委员会官方资讯网站；斯珍罗桑桑格致函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斯维特呼吁政府为制裁中共采取行动；联合国专家要求中国视频共享应用程序抖音遵守国际人权准则。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世界各地信众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5月29号开始，为期2天，将透过网络直播传授千手千眼观音灌顶、狮吼观音随许。全球各国的信众可透过达赖喇嘛尊者的官方网站和脸书页面上的网络视讯直播，透过各种语言聆听尊者的开示。此外，为了向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提供有关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全面信息和藏人行政中央在抑制疫情方面的数据和措施，藏人行政中央于上周四5月21号启动新建立2019新冠病毒疫情紧急救济委员会官方资讯网站。斯珍罗萨桑格在网站启动仪式上表示，藏人行政中央设立该网站，旨在为流亡藏人民众及时了解2019新冠病毒疫情和藏人社区面临的问题，以及有关藏人行政中央关于疫情方面各项指导和正在进行的救济措施等的准确信息。另外，本周二5月26号，藏人行政中央2019新冠病毒疫情紧急救济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上，斯珍罗萨桑格建议统一拭子测试隔离设施的流程，确保病患感染初期阶段进行检测。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所有流亡藏人社区按区域疫情安全等级颜色代码展开大规模的消毒活动。在此次消毒行动中，卫生部在印度政府划分在红色区域或遭封锁区域的藏人定居点进行全方位的消毒，而在橙色区域中对定居点的办公室、卫生设施等进行消毒，而绿色区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消毒。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森桑格于近日指示内政部尽快向面临困境的藏人分配紧急救助资金。内政部透过紧急救济基金，向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2000多名申请救济金的藏人发放共计1000多万卢比的救济基金。在对上述申请进行审查后，内政部驻各藏人定居点的工作人员将救济基金及时分发给所有申请的人士手中。另外，卫生部于上周一5月18号开始，向该部门下属各卫生机关的医生、护士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启动与2019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在线培训计划。该培训计划包括由卫生部发布的3个不同的培训视频。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于5月21号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展开他的第2个总统任期。为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致函祝贺蔡英文总统的连任，同时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列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司政罗萨桑格在贺函中提到，西藏人与台湾人民一样，即使面对再大的困境，也有着抵御一切困难的韧性。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敬仰达赖喇嘛尊者，因此希望在您的带领下，西藏人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另外，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者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斯维特长期关注中共政权下的西藏。他于本周一5月25号在加拿大国会上表示，随着中共政权镇压香港的情况越发严峻，他对中共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反对。根据议员大卫·斯维特发布在脸书上的视频，他在加拿大国会的家中观席会议上指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共成为一个残酷集权并压迫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同时，他表示，中共总是使用一致且蓄意的模式，藐视所有国际人权的准则。
此外，他也强调中共对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和基督徒的迫害。同时，他质问指出，加拿大是民主国家，必须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当我们看到中共迫害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时，加拿大政府要站在哪一边呢？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联合国人权专家于5月15号致函中国视频共享应用程序抖音的创始人兼所有者张一鸣先生，要求其旗下的抖音履行和遵守国际人权准则，取消对用户的审查制度。抖音是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短片分享平台，而该平台的国际版抖音备受世界各国青年人的喜爱。但是，该平台于近日禁止一名美国青少年发布批评中共迫害维吾尔族和穆斯林的视频。在遭到全球强烈的抗议后，国际版抖音被迫道歉并恢复了这名美国少年的视频和账户。据媒体于去年9月透露，抖音对国内和国际版均设有审查功能的搜寻引擎，若搜寻或上传西藏独立、台湾独立、天安门、法轮功等敏感讯息，用户会遭到屏蔽。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外的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